来继续来看国民党伫台北市第7选区松山信义区立委的初选，是现任的立委费鸿泰，甲台北市议员徐卡心咧并战顶高机。台北市长蒋万安嘛介入来关心，分别甲徐卡心、甲费鸿泰来见面。早起蒋万安甲徐卡心同台参加到市政行程，记者甲蒋万安问讲，协调到徐卡心甲费鸿泰，甲坐稳的工程比起来，倒一个较困难咧。蒋万安是笑啊，无正面来回应。今天来到了史上最难的捷运工程。讲工程真困难，那咧甲协调党内初选的问题，倒一项较困难。高兴哦，来这个得到各界的协助，让我们捷运工程哦能够不断克服各项困难。大家也看到我们工程人员很辛苦，但是我们也都一一克服困难。蒋万安无讲，不过当事人之一的徐卡心有答案。填协调经费也要软硬兼施嘛，目前怎么状况怎么样？很简单，好不好？你们这些人比做捷运简单多了。是讲蒋万安为了要敲这件代志，连续2天分别约见双方的当事人，昨甲费鸿泰见面的时，到底是讲什么代志？市长啊，行程那么多公务那么忙还让他来关心我们的事对他非常非常的感谢也不好意思。针对双方敢要办辩论，费鸿泰表示讲，党中央建议卖徐卡心真怀疑。我们党章里面并没有公布没有规定我们党章里面没有规定要有辩论。费鸿泰委员的这个关系绝对不会比盖捷运东延线还来得更难哇！我今天看到他们这个不管是泥土太烂或是岩盘太坚硬都觉得叹为观止立委初选的日期逼近，这场心肺大战也未结束。嗨，我是庄宇杰，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开启小铃铛，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